平常呢，现在中午都会想要吃什么啊？中午吗？嗯，就可能会想吃比较有菜的那种饭，因为就是觉你都得比较吃什么健康一点。料理比较多？比方说日本料理呀、台湾料理呀，还是韩国料理之类的？其实比较偏台湾呢，就还是觉得台湾的比较合适自己的口味这样。真嘅东后给腿白面哦。那你平常就会点什么菜？如果想要台湾料理的话，其实就很简单的点个可能鸡肉的便当这样子。哦，鸡肉便当。对。那你知道便当的客家话怎么说吗？不知道哎。不知道，你猜看看。便当吗？偏懂好，我们会说偏懂。偏懂。对，你今天呢走到路上想要吃什么餐点呢？中午的时候。今天吗？意大利面。哦，意大利面哦。对，其实我刚吃完。哦，你刚吃完意大利面，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意大利面的客家话，叫做米泰利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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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很好。比较偏那个日本料理。哦。日本料理。那我们一起说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那你怎么会想吃日本料理呢？因为可能就是它的猪排饭就吸引我的胃口这样子。对。哇，很懂吃哎。对，吃货。那你觉得这是猪排饭？你平常最常去吃那家猪排饭，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特色哦。对。特色就是饭加到吃到饱啦，饭吃到饱，五味粉加到饱啦，汤喝到饱喝到吐了，就是分量很大。分量对，不怕客户把它吃完。哪一家啊？这么好？福盛亭啊，福盛亭连锁，对。越南，他今天晚上要去越南的是越南。越南料理，粤西是不是粤西？是夜市料理。等等晚餐的时候，你想要吃什么样的料理呢？港式。哦，港式料理。好日式。日式料理，那你呢？美式好。美式料理，那美式料理就是我们刚刚说米鬼料理，那日式料理我们就会说日本料理。台湾菜还是日本料理还是韩式料理？韩式好了，韩式。韩式料理我们会说韩鬼料理。韩会料理。你在意大利料理，你想要点什么呢？点意大利面。哦，什么样的意大利面呢？番茄。哦，番茄的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客家就是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。对。铁板烧吗？哦，铁板烧吗？铁板烧算日式铁板烧吗？这是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。日式吧。日式料理。我是不是都猜错了？不会，日式料理。日式。那我们会讲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那你想要在日本料理里面吃什么呢？寿司。寿司，我们会说 sushi。sushi。对，就是跟日本话一样。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那我们就会说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韩国料理。韩国料理。那我们一起说韩国料理。韩国料理。那你们想要吃韩国料理的什么东西呢？烤年糕。烤年糕，还有嘞，烤肉。烤肉嘛，哈，吃什么样的料理？意大利面。日式料理还是韩国料都可以。意式料理。意式料理。那我们就会说意大利料理。意大利料理。很棒哦。那在意大利料理，你会点什么菜呢？美国料理的话。美国料理。那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美国料理的海陆腔怎么说呢？米鬼料理。米鬼料理都好。那我们一起学四线腔米鬼料理。米鬼料理。好会吃什么口味的汉堡？通常会。什么口味？对啊，cheese。cheese 口味。你嘞？还有什么口味啊？洛梨吗？很懂吃洛梨口味。对。现在中午都会想要吃什么？日本料理。台湾菜。台湾菜。米鬼料理。米鬼料理都好。那我们一起学四线腔米鬼料理。米鬼料理。米泰利料理。不错哦。韩国料理。还不错，韩国料理。台湾菜。懂好哦，换你。台湾菜。日本料理。米贵料理。再一次。米贵料理。米鬼料理。意大利料理。韩国料理。对，换你。韩国料理。韩国料理。日本料理。对，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对，换你。日本料理。台湾菜。对，台湾菜。米鬼料理。还不错哎。意大利料理。日本料理。对，
们大声一点，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，韩国料理，不错，韩国料理，哎，很好哦，好。米会料理，台湾菜。哎，懂哦，很棒哦。米泰料理。对，韩国料理，哎，还不错啊。你们有是客家人吗？没有哦，没有。哦，家家先生，哎，嘅女人吼，大家平常时说到当澎湃呢。真嘅，啊，讲到记着都说到东好呢，我见访问嘅时间，哦，后来是都8点呢。我手定你最好食。错啦，无论迄物嘅料理吼，讲到食，我就同中意了。不过阿中古啊，伊呀条嘅料理应用版来讲呢，做得教大家无啊？无唔错，无问题，你下就做得来教大家。第一则就是爱今日清好食嘅日本料理。哦，爱咩同好食咯？日本料理。嘿，你看日本的日跟刚刚的意大利面的日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。亚个什么要写香港爽？哦，香港爽。香港钱。香港钱。哎，有一种丢出去的感觉。抛物线的感觉系嘛？冇错，哦。给日本料理，再讲一遍。日本料理，按钮有错吗？错，没错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造句给大家，比如说你想问隔壁的同事，今天想要吃什么样的料理？今本日上爱吃麦街料理。今本日上爱吃麦街料理。要用法语讲就是你今天想要吃什么料理？哎，你就做在讲，我今本日上爱吃日本料理。哦，我今本日上爱吃日本料理。哎，意思就是我今天想要吃日本料理。讲到日本料理，加第一又讲到嘅三啊，呀三就是生鱼片咯。就是日本料理嘅台北吼，讲ถึง日本料理，我转到台湾，台湾嘅料理咩清多做。那台湾料理到底怎么用客家话来讲啊？就是台湾菜。台湾菜。嘿，台湾菜。台湾菜。菜呢就是菜的意思，比如说客家菜、台湾菜、闽南菜这种各式各样的料理都可以用菜来表示。所以呢，你可以问隔壁同事说，今本日上爱吃麦街料理。今本日上爱吃麦街料理。你今天想吃什么料理？我今本日上爱吃台湾菜。我今本日上爱吃台湾菜。冇错，我今天想要吃台湾菜。讲到台湾菜，很多热炒店都是我们台湾菜的代表。错，韩国雅斯迪度啊，没有懂到台湾嘅料理，台湾菜哦，哈。冇错，不过呢，俩下时代的进步，沙飞改变，不是要唱歌。时代在进步，沙飞改变。好了 ，stop。根本唔係教太教來唱歌，俩下有青島國外來嘅料理，比如講像係 hamburger 漢堡，佢就算係馬街國家嘅料理嘅，就係美國料理。美國料理。美國料理，美國料理。美國料理。好，這時候呢，你就坐在老隔壁嘅同事們佢講，今本日上愛食麥街料理。今本日上愛食麥街料理。意思就是你今天想要吃什麼料理？可是呢，同事這時候他就剛好說，我今天好想吃 hamburger。錯。我今本日上愛食美國料理。我今本日上愛食美國料理。意思就是我今天想要吃美國料理。講到美國料理，除咗 hamburger 嘅漢堡以外，家家先生很愛食乜嘅？哇，呀美國料理懂呢哈。素食店就青島。錯啊，講到呀薯條，我就覺得很滿足了。薯條咩青奶？唔過咧，沙下來咧，家要講到大家講青醬、白醬、紅醬的意大利麵，兩意大利麵來吃那一片呢，就是意大利麵。所以意大利料理的話，我們要怎麼講客家話呢？就是
意大利料理。意大利料理。非常难，我们再一次。意大利料理。意大利料理。你下你就做对了。隔壁嘅同事问佢讲，今晡日上爱食乜雞料理？今晡日上爱食乜雞料理？你今天想要吃什么料理？如果他刚好今天就是想要去隔壁的便利商店、隔壁嘅便利商店买嘅意大利面，佢就會講，我今晡日上愛食意大利料理。錯，我今晡日上愛食意大利料理。我今天想要吃意大利料理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可以看到家下有青島人一開頭冇講到，唔過咧，你下啲台灣咩青島人，你只料理凍辣。哦，凍辣哦。係，你國家咩啲台灣嘅附近，即係我們的東北角，過去呢就係韓國。啊，講到呀韓國嗬，韓國嘅料理咩都好食哦。非常好食。故說了下教大家講，韓國料理客翻用版講呢，就係韓國料理。韓國料理。這個韓呢，非常的難發音，發呵的時候呢，舌頭在馬上快速的頂到你的舌尖，夾，變東洋嘅牙齒杯，就係韓。好，anh有做對冇？做對啦，非常讚。好，大家講一擺哦。韓國料理。所以呢，你下你就做對問隔壁嘅同事講，今晡日上愛食乜雞料理？今晡日上愛食乜雞料理？唔過咧，你下可能嘅隔壁嘅同事吃到今日當然汗流來咧，錯。你下講10天當上愛食部隊鍋，部隊鍋算是什麼料理呢？我今晡日上愛食韓國料理。我今晡日上愛食韓國料理。意思就是我今天想要吃韓國料理。好想吃炒年糕哦，吼！哎呦，都好生呢，吼！炒甜版。炒甜版。炒甜版。我看到家下看到大家嘅畫面吼，真嘅一下連唔單槍你聽聽，我嘅後欄水咪白白啲吼，唔過咧，一下我們理解，知道大家做乜嘅好食咧，按多冇共用，按多種嘅料理咧。像我自家就吃到吼，而我想愛食乜嘅料理，係因為心情嘅變化。錯冇？也係講佢有乜嘅特色。佢有乜嘅特色？也係呀，食嘅東西食起來，佢特色冇共用嘅話，本人嘅心情就冇共用了。跟我去上海啲大家做乜嘅會選擇呢個料理，係為到佢乜嘅特色嘅咧下，大家就聽得嗌兩聲，向下出發了 ，Go！